We present to you today's words of wisdom i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with subtitles in English, Arabic, Aussie or Vietnamese, Chinese, French, German, Italian, Russian, Spanish, Persian, Polish, Thai, Portuguese, Hungarian, Indonesian, Hebrew, Hindi, and Korean. 香港由260個美麗嘅島嶼組成，呢個地名源自香港島上嘅石排灣，翻譯過嚟就係芳香的港口。佢嘅靈感係嚟自喺石排灣交易嘅芳香木料同芬香。香港居於倫敦同紐約之後，係世界第3大金融中心。香港擁有世界最自由嘅貿易市場，國際貿易喺香港經濟上扮演咗重要嘅角色。維多利亞港係國際最繁忙嘅港口之一，亦被視為世界最天然嘅港口之一。香港亦以佢嘅演藝事業聞名於世，尤其武術電影最令人稱道。有幾位荷里活家傳戶曉嘅演員呢，都係出身於香港嘅電影圈㗎噃，好似李小龍、周潤發、成龍、楊紫瓊、李連杰同張國榮。另外值得一提嘅就係世界上最高嘅摩天大樓，香港就有4座。喺不久之前，2006年嘅11月，嚟自香港嘅張平路博士榮獲故事和平獎，以表彰張博士喺醫藥同埋學術方面嘅傑出貢獻。香港另一位重要人士李嘉誠先生係世界知名嘅企業家。根據福布斯雜誌全球富豪排名榜，李嘉誠先生排名第10。香港嘅民眾擁有高度嘅宗教自由，並有憲法條文嚟保障呢份權利。香港人嘅信仰包括咗佛教、基督教、道教、猶太教同錫克教，同時亦有好多人修習觀音法門。觀音法門係一種觀內在嘅光同音嘅打坐方法，佢係青海無上師賜予呢個世界嘅愛心禮物，為咗幫助嗰啲準備好重新找回自己內在天國嘅人。青海無上師不僅喺靈修方面分享佢嘅真知灼見同智慧，佢亦喺香港各地提供咗救濟同埋人道援助，特別喺天災發生嘅時候，經由佢嘅愛心典範同高貴行止，香港嘅世界會會員亦都熱心參與，照顧自己嘅同胞同埋世界各地嘅人們。呢啲活動包括咗探訪老人院、療養院，發送愛心包俾無家可歸人士。1998年，中國發生咗本世紀最嚴重嘅水患，香港會員為災民發起咗一系列嘅募款運動，佢哋籌得港幣78,190元，相等於美金1萬元。捐俾香港紅十字會嘅中國賑災基金。1999年，香港經歷咗多場颱風嘅蹂躪，青海無上師特別派遣咗救難隊，為不幸嘅災民提供咗財務援助。喺2000年，內蒙古發生咗嚴重嘅暴風雪同沙暴，導致攝氏零下40度嘅低溫，而印度西部亦發生咗嚴重嘅地震，共有超過3萬名民眾喪生。呢個時候，世界會嘅香港會員亦依循住青海無上師嘅慈悲典範，另外組織咗募款工作，協助呢啲天災嘅災民。由於呢啲深具靈性嘅香港人誠心嘅邀請，青海無上師曾多次造訪香港，分享佢嘅智慧同埋見解，讓大家更開悟、更了悟上帝。2000年嘅愛海之旅，青海無上師
再次接受求道者嘅至誠邀請而嚟臨香港。而家邀請你聆聽呢一場精辟嘅開示，主題為意念的奧秘。89年9月23日講於香港。他說修行打坐的時候呢，常常會頭昏，很容易睡覺，要怎麼辦？那趕快起來洗澡，做怎麼一點瑜伽的行動啊，或者是太極拳，怎麼啦，就好一點啦。呼吸深一點，好幾塊，好幾式這樣子啊，然後就按摩一下，就再做。善意的假話算不算打妄語？就看情況啦啊，有的時候我們認為我們的善意，結果善意害人啦。啊，如果善意是為了要保護別人，我想沒關係啦，沒關係。他說，如果佛菩薩們現身空中讓大家看到的話，全世界的人都會相信。